羅清條總統有提出這就學貸款利息降低，也閣有輕貸款延期。也毋過學生團體所認為講，其實這學期間的生活費甲稅厝才是上界要緊的代誌，因是來提出6大助學的訴求，也閣有6大學權的改革。嘛，呼籲這立法院愛佇這個會期以來，趕緊來排審大學法。總統賴清德頂禮拜提出人口對策新戰略，其中就學貸款的利息要降低1%，甲還款的期限要延長1年。不過拜受學生團體開記者會講，雖然認同政策的方向，但是學生上大的困境其實是讀冊期間的生活費、稅厝的租金負擔受重。絕對沒有預撥機制，以及沒有擴及到學生個人他的疾病跟意外的時候，還有他平常在晚間是受到一些門禁的阻礙，沒有辦法打工。學生團體提出6大助學訴求，包含政府的提懸生活費的補助金、下調助學措施、不動產限制等等。另外，學生團體嘛認為，學生參與校務決策、甲監督的權利長期無夠，主張推動6大學權改革、補強的制度，包含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佔1/5，學生代表買列入校長遴選委員等等。嘛，呼籲立法院趕緊排審大學法。性別的問題、霸凌的問題。如無法度解決的時，就應該有學生佇內底會當參與討論安尼，包括開學了後，咱講的大學法第9條校長遴選，第15條校務會議，第33條學生參與會議，包括學生權的專章，咱攏應該一併改革。學生團體強調，助學措施會使減輕弱勢學生的負擔，學權改革會當提懸學生自治甲參與校務的保障，落實就學平權。若針對排審大學法的部分，立法院教文委員會召集委員盧偉霆有答應委員會會趕緊排審。記者郭金勇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